好来，乡亲啊，这个疫情上新的状况，继续来关心这个苗栗。今仔日是增加到43例确诊的病例。那原本的金源电子、景鼎甲智邦科技等等的电子厂，拢有新的确诊者。同款位伫德南科技园区的大兴生物科技，嘛有一个移工来确诊。有这个青年团体甲外国的媒体认为，这个县政府禁止移工外出是侵犯到人权。县长徐耀昌真不满哦，伊来呛讲，因为这个移工的确诊者占9成，不得不才来做出这个限制。伊讲哦，这个性命拢无啊，搁咧讲啥物人权？金源电子11例，外籍移工就占了11个我们本土的是0例。那智邦科技有28例，外籍的移工有27例，本土的有1例，这个也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外籍移工的比例。力金电有1例，那外籍移工是0，然后本国的是1例，金鼎电子有2例，外籍移工有1个，本国的也有1个，还有台新生物科技公司有1例。上个礼拜全苗栗县是全国的模范生，几成何时一个礼拜下来，就是因为这些外籍劳工他们年轻，而且比较开放所以造成了这个由这个移工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突变。那我们也为是亡羊补牢，不得为之的情况之下，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劳工把它框住，特别呼吁这个我们乡亲不要一天到晚拿人权来当这个热点，真的命都没有了，确诊了，哪来的人权呢？在这边特别呼吁大家共体时艰，尤其有些的是看护，你在带着老人家或者雇主帮他拿东西什么的，我们都被允许的。我们讲的这才叫是这个人道，不要把很多的事情这个偏颇把它这个造成我们行政单位这个抗议的一个困扰希望大家能坚守这个原则。